师兄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哦，我很好，我在人间悠然自在，受万古族人尊敬。反倒是你，当年你一意孤行嫁给胡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得到幸福的。那个胡生，他只知道修行，根本就不懂得男女之情。你嫁给他，就是个错误。怎么？他是不是最近又在闭关修行，冷落你了？师兄误会了，我的夫君虽然一心修行，但对我素来体贴宽厚。我今天来是有别的事情，以往的恩怨就不要再提了。那你找我来干什么？我想恳请师兄借琉璃珠一用。借琉璃珠干什么？你好像也用不着它吧？这就不用你管了，还望师兄看在同门之义的份上，把琉璃珠借给我。你都不告诉我用它来干什么，我凭什么就把我的真爱之物给你？师兄，我只是想救一只狐妖，它叫小薇。我说师妹，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仁慈？为了区区一个狐妖，肯来屈尊求我？切！不瞒师兄，小薇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师妹不顾脸面，已将这等隐秘之事全部告知，还望师兄成全，把琉璃珠借给我，救小女一命。你当日选择胡生，嫁他为后，到头来却落得如此结果。不管当日谁对谁错，请你看在师兄妹一场的情分上。你跟我讲情分？当日我苦苦哀求你嫁给我的时候，你可曾对我有情分？别说她是你和贱奴所生，就算今天她是我的女儿，既然你选择了胡生，就应该去找她。自从我离开了胡族，胡族之事便和我毫不相干。师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还是去求你的丈夫吧。师兄。阿莫，你说我穿这身衣服好看吗？公主飒爽英姿，俊美不凡。真的吗？大哥说要带我去兵营见识见识，可是这个衣服有点太大了，你说我穿着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啊？还有头上这个伤，你说旁人见到了，会不会像那个彩雀姑娘一样多嘴问呢？军营中都是一些粗莽武夫，脸上有伤是常事，公主不必介怀。是啊，也许是我想太多了。进来。李姑娘，这是你的衣服，我已经洗好了。小薇姑娘，这些事情交给客栈干活的人就可以了，哪好意思劳烦你啊？李姑娘是王公子的义妹，又曾经救过我，小薇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姑娘千万别跟我客气。那就多谢小薇姑娘了。李姑娘，听说你今天要随王大哥去参观军营？对啊，大哥跟我说，把我打扮成小弟，带我去见识见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，你看这个头盔，正好可以挡住我这个疤。哎，姑娘，公主怎么了？好疼啊！大夫，我三妹的伤到底怎么样？姑娘额头的伤口本就很严重，留下疤痕，现在给她包扎以后，一定要千万小心，更不能被感染，否则这副花容月貌就毁了。大胆！阿莫，不得无礼。有劳大夫了。不用客气，告辞了。
你们谁跟老夫回堂拿药啊？哦，阿莫，你陪大夫去吧。是。告辞了。都怪我不好，光顾着跟姑娘说话，害你分神。没有了，是我自己笨手笨脚的，与你无关。就是可惜，不能陪大哥去军营了。军营那种地方，本来就不适合女子去的。你安心养伤，不去也罢。是啊，静儿，听说这个小镇西边有奇景，每到日落就会有无数飞鸟在天空翱翔。不如表兄带你出去走走吧。要去你自己去吧，我这个样子，怎么出去见人呢？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下。我没有不开心。大哥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下。三妹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晚一点过来看你啊。走吧。李将军刚才差人来让我回军营，说有军务要处理。二弟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三妹的心情不好，你要多费点心思，好好劝劝她。大哥不必担心，静儿这公主脾气啊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等你从军营回来，她就没事了。都怪我，我应该伺候好李姑娘穿戴的。别这么讲，此事只是碰巧而已，不能怪谁的。对啊，小薇姑娘，你别想多了。三妹她本来就是一个豁达之人，如果我们太在意她的伤的话，反而让她更不舒服。我会伺候好李姑娘的，你们放心吧。那就辛苦你们了，啊。走了。好。哎，这个花店挺好看的啊。哎，我试一下。好，试试。哟，这个好，正好把痣给挡住了。是吗？对，你看呀。谢谢。啊，谢谢啊。哟，看公子愁眉苦脸的，像是得罪了家中的娘子吧？来，买个首饰送给她，赔个礼。大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尚未娶妻。哦，是送给心上人吧？哎呦，大娘，我也是过来人了。想当年呀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家那位追不到我，也整天垂头丧气的，就跟你现在一个样。啊，大娘，我没有心上人，她只是我妹妹，她额头受了点伤，我想买件东西让她开心点儿。哦，是晴妹妹吧？哎呦，大娘，我懂，我懂。来，我帮你挑一个啊。哎，你看看，大娘摊上就属这个最漂亮了。你去送给你那位妹妹，我想她一定会喜笑颜开，你俩会和好如初的。好，那这个怎么卖啊？哎呀，我看你也是个英武之人，想那妹妹一定也是个美貌佳人。我呢最喜欢才子佳人了，就算5文钱吧。啊，那就这个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给你包起来啊。啊，大娘，麻烦你再给我一个一样的，我要送给另外一个姑娘。公子啊，别怪大娘我啰嗦。这下雨天呢，撑2把伞，看似好像可以挡更多的雨，可实际上啊，2把伞贴在一起，这人呢正好就站在漏雨的地方，什么也挡不住。人呐，不能太贪心了，1把伞就够了，啊。好，谢谢你了。好漂亮的花店啊！这是我第一次买女孩子的东西，我是请那个卖货的大娘帮我挑的，也不知道三妹喜不喜欢。大哥，以前呢我去看宫里的嫔妃家里争奇斗艳，
每日啊，他们都变换各式各样的金银首饰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巧别致的花店，我好喜欢啊！三妹喜欢就好。既然你不想出去，不如让大哥给你讲讲我爹娘的故事。好啊，难得大哥这么有兴致，我也想听听。在很多年前的一个上元灯会上，我爹带着我祖母去看花灯。由于路上人太多，一下把他们给挤散了。我爹到处寻找，结果在路边发现一个陌生女子，一直陪着我祖母，不停地安慰她。那这个女人真的好善良啊，莫非就是你娘亲？我娘她相貌平平，就好像这花店一样，虽然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但却贴心贴意的。我爹深爱着我娘，一生一世。可见女孩子的相貌虽然重要，但是内心的好，才是真金难换的。三妹，虽然你脸上有这道伤疤，但在大哥心目中，你却是这世上最善良、最好的女子。谢谢大哥，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。大哥，这个花店我自己带不好，可不可以请大哥帮我贴上？没问题。来，你过来坐下吧。小薇姑娘真是有心啊！大哥，三妹怕贴不好这个花店，所以让我帮忙。这个点心看起来好好吃啊！谢谢小薇姑娘。小维，我刚买了2个花店，一个给了三妹，这个就送给你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啊？不会啊，只要是王公子送的，小维都喜欢。大哥，我们去喝酒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啊。大哥，今天我带你来这里呢，是想和你好好聊聊心事。好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兄弟3人已经相识一段时间了，除了静儿在场，我还没有和大哥好好聊过天呢。说的也是啊。二弟有什么心事，跟大哥分享分享。大哥，你究竟喜不喜欢静儿？静儿是我三妹，我当然喜欢她了。大哥今天为静儿贴花店，此举非兄妹间所为吧？二弟，你误会了。我是为了静儿容貌的事情难过，所以就给她买了花店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大哥，你可知道我和静儿是何关系？表兄妹啊。是，不仅是表兄妹。我和静儿一起长大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待。先王后未过世时还曾说过，日后若无合适人选，便将她许配我为妻。哦，可惜啊，女孩子长大了，便有了自己的心思。她只是见了你几面，便与你结拜，
为你抗旨，还不远千里到南疆来找你。大哥，你可知道他的心思？但是我跟静儿真的是好兄妹、好朋友而已。大哥，静儿从小被皇上皇后呵护长大，她看似性情豪爽，其实很单纯。大哥若有意，切莫辜负她；若无意，就别让她误会太深。二弟，我从来没有攀龙附凤之心。对于静儿，我真的是把她当成妹妹，是好朋友，是知己。大哥，我从来不打诳言。自从来了边关之后，我一心只想着守疆卫土。至于儿女情长之事，已经与我无关了。唉，神女有心，襄王无梦。只怕静儿这次要失望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有分寸，不会跟三妹走得太过亲近的。而且李将军也交代过军务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要专心于军中之事。至于三妹，她心思豁达，我想她会慢慢想开的。反正静儿早晚都要回去，唉，希望她只是一时念头，慢慢淡忘吧。来，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那我们兄弟俩今天就不醉不归。好。公主，阿莫虽然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可是对男女感情之事，也并非全然不知。喜欢一个人而对方魂不知情，付出的感情无所回应，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。阿莫，你别说了。公主，汪英真的值得你这样吗？他对您和小维是一般的体贴呵护，他要么是花心两个都想要，要么就是愚笨什么都不懂。他才不花心呢，也并非愚笨，只是不解风情。那公主又何必把心思全放在他身上呢？您是公主，是君，他是臣。公主怎么了？公主就不能像寻常女子一样追求所爱吗？阿莫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公主身份的，最讨厌什么君臣有别。你要再劝我，那你就自己回京去，不要再管我了。赵将军，本特使今天来是奉了可汗之命，谈休战议和的。可汗要与我方和谈，你们愿意与我族和亲？我可汗也久闻贵国的公主个个是美若天仙，假若真能娶到尊贵的公主，当然是件美事。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成了亲家，便不会兵戎相见了。不过什么？我可汗听闻贵国的公主李靖，乃是天下第一美人，也是贵国皇帝最疼爱的女儿。也许她就是传说中的金皇心窍，所以，我们有个条件。请讲。我可汗乃是我族最尊贵英勇的王者，所要迎娶之人，必须是传说中的金皇心窍，所以命我携带玉瓶，前往皇城，滴血试金黄。一滴血便可知真伪。如果贵公主果真是传说中的金皇心窍，我可汗当迎娶公主；否则的话，咱们只有兵戎相见了。放肆！赵将军，我看你还是向你们的皇帝传达我主之意吧。是和是战，悉听尊便。不送。一族欺人太甚，
他说娶谁就娶谁啊！真当我朝窝囊啊！打就打，明天朕就御驾亲征，杀那个片甲不留！陛下，陛下，没事吧，陛下？陛下，来。陛下，好点没？陛下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若您气坏了身体，这也太不值当了。每次只要有你在，朕再怎么生气，也会一扫而空啊。陛下，朝廷大事，臣妾也不能为您分忧解难。这些大事，还得仰仗萧大人他们。陛下，朝中将军青黄不接，无堪当大任之帅。一族大兵压境，如若强行与之动武，定会两败俱伤。那我就任由他们欺负不成？先祖若全是你这套说辞，那我朝早就完了。陛下，陛下请三思。一族人之前连胜数仗，气焰嚣张，我军应避其锋芒，从长计议，待有足够的把握之时，再举兵灭之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如何从长计议啊？即便要战，也需要时间准备粮草、军饷，倒不如先安抚一族人，答应下来，拖延时间。事已至此，也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了。只是静儿还不知在何处啊。启禀陛下，伺候公主的宫女求见，说是有公主殿下的消息了。快请！是，快！参见陛下。静儿在哪里？启禀陛下，阿莫侍卫飞鸽传书，说公主此刻人在南疆。南疆？司徒长老，我这珠花可戴正了。我瞧瞧。你干什么？我王儿已经躺了1个多月，命悬一线。你再想不出救他的办法，我就把你的一切全都告诉万古王。反正儿子死了，我也活不了。到时候大家索性来个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没错，我告诉你，要么你让我王儿好端端活着，继承王位，延续香火；要么你我2人就全都给他陪葬。我的脾气你应该很清楚，说得出，我就做得到。皇后息怒。其实我已经有了得到金黄心窍的主意，只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讲。此话当真？你相信我，用不了多久，金黄心窍，它自己就会送上门来。如果你敢骗我，下场如何，你应该很清楚。皇后放心，我不会拿你我2人的性命去冒险的。那我就姑且信你一次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那就等我的好消息。师兄，我替我可怜的女儿谢谢你。先不用着急道谢，我有话还没讲完。师兄请讲。我卜算过，小维
用这琉璃珠找到的同源一心之人，也将是金皇心窍之人。所谓金皇，乃是皇族之人，有龙气护体。小维他只是一个狐妖，即使得到这颗心，恐怕也难以相容啊。那可如何是好？唉，小维是你的女儿，那就是我的晚辈，我怎么会袖手旁观呢？这样，你让小维找到同源一心之人以后，立刻前来见我，我会为他施法，令金皇之血与小维的灵力互相融合。否则，纵然是吃了那颗心，也是枉然。师兄，我记住了。如果师兄真的能够帮助小维逃过血月之劫，脱胎换骨，我一定铭记在心。日后，师兄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青梅，严重了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赶快去找小维吧。师兄，后会有期。枉你是狐族女主，纵是修炼1000年，还是那么天真。青妹啊，青妹。你来做什么？听彩雀说了你的事，为娘放心不下，特意过来看看。有劳夫人费心了，小薇对你无话可说。你，姐姐留步，夫人此番前来不是要带你走，是另有他事。就请姐姐念在夫人为你日夜担忧，看在你我的姐妹情分上，听夫人说几句话吧。好吧，有什么话就尽快说吧。小薇，小薇，小薇，这个是琉璃珠，你看，为娘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它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找到同源一心之人。同源一心。两个素未谋面的人，如果同源一心，他的心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就是他的心，你便是他，他便是你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找到同源一心之人，取了他的心，我便有了心。如果你有了人心，你就会脱胎换骨，重获新生。你不用再去猎杀那些无辜的生命，嗜血画皮了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重获新生，好动听的许诺。既然你知道这琉璃珠能帮我找到同源一心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天下万物皆有缘法，你的同源一心此时才在人间显现，早一步迟一步，都不是你的。我才不信什么缘法呢！我知道，你不想我和王英在一起，所以找个破珠子来让我去找同源一心。你想拆散我吗？对吗？小薇，我是你的亲娘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我只是想帮你逃过血月之劫。是啊，姐姐，夫人得到这琉璃珠很不容易，你不要也不能冤枉她呀。姐姐，人有感情，妖就没有吗？你只觉得人好，难道妖的情和义全是假的？夫人为你担心，为你策划，彩雀与你一路相伴，共度难关，这不是情，难道是虚情假意吗？彩雀，你别说了。
算我欠你的。我们母女之间没有谁欠谁的，只要能够帮你渡过难关，哪怕搭上我的性命，我都愿意。彩雀，赶快帮助小维去找到同源一心之人，一旦找到，尽快取其心，拿去司徒长老那里，帮助小维渡过难关。是夫人。你干嘛？干嘛呀？宫中来信，让我们立刻护送公主回宫。你那么喜欢看别人睡觉啊？下次记得敲门，敲门，敲门！事已至此，圣命难违，还是回去吧。要走你走，我才不要回那个金丝笼呢。静儿，边关风土人情你也看差不多了，经历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，也算不枉此行。若你回去讲给陛下听，陛下一定很爱听，到时候龙颜大悦，和亲这档子事儿就黄了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些异族呢，提都不要提，我不想听。公主，方才收到消息，来接公主还朝的禁军已在路上。为什么要把我的行踪告诉父皇呢？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啊？阿莫奉命保护公主，不敢对陛下有任何欺瞒，还望公主体谅。体谅个鬼啊！好你个阿莫，枉我对你这么信任，你竟然出卖我！我恨你！请公主动身吧。阿莫，三妹在气头上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我去劝劝她，没事的。你说你多什么事啊？万一公主倒霉，真要和亲，难道你去做陪嫁呀？哦，也对，异族藩邦，像你这样的丑女啊，也许还真成美女了。你看看，你一个堂堂正正的侍卫，哭得梨花带雨的，你丢不丢人呢？拿着。三妹，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啊？没有。或许有些东西根本就不属于我。世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自己难以控制。三妹，大哥，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。你不必劝我，要我和亲，我宁愿去死。你误会了，我并不是劝你去和亲，相反，我是劝你赶紧离开这里，找一个地方躲藏一阵子，越快越好。你需要的东西，我会给你准备好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今天就可以启程。大哥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帮我逃婚，这可是欺君大罪，一旦父皇怪罪下来，你项上人头都难保。你忘记了，我这条命是你给我的。大哥，虽然大哥是个粗人，但是我能明白你的感受。就算你嫁了过去，也挡不住他们的狼子野心，只是多了一份祭品而已。三妹，按照你的意愿，去过你自己
想过的生活。自从母后去世以后，父皇一直视我为掌上明珠，百般的宠爱。可是没想到连父皇现在也要舍弃我了。人在世上，本来就很难随心所欲。陛下是一国之君，怎么忍心放弃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呢？他一定是逼不得已，才会出此下策。其实，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公主，我只想过平常老百姓普通的日子。可是老天爷怎么就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？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京城，却始终逃不出父皇的天下，逃不出自己的命。公主，收拾行李吧，马上回宫。是。大哥，你是怎么让静儿回心转意的？其实三妹是个识大义的人，我们都不如她。姐姐，这下再无人跟你争那傻傻憨憨的公子了。大哥，我们相识的这些日子虽然很短暂，但是静儿此生不忘。三妹，别这么说，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的。是，又不是生离死别，一定会再见的。但愿吧。大哥，如果真的要远嫁和亲的话，你会过来看我吗？好了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你们就别愁眉苦脸的了。万一我回到宫里，父皇一心软就改变主意了。李姑娘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，你可以带在路上吃。啊，谢谢。我也帮姐姐做了。萧公子，这份是给你的。啊，谢谢彩雀姑娘，谢谢。我想一定很好吃，那就打开来吃。小薇姑娘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还请你成全。姑娘请讲，只要小薇做得到，你一定能够做得到的。大哥，他为人耿直，处处都为他人着想，自己却疏于打理。静儿走了之后，还请小薇姑娘替我照顾好大哥，多费心了。姑娘放心吧，王公子宅心仁厚，又待小薇极好。姑娘若是不叮嘱，小薇也一定会尽心尽力照顾好王公子。是啊，小薇姑娘向来都是善解人意，又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是我多虑了。这个留在路上吃。嗯，谢谢。难道他就是我的同源一心？告辞，路上小心。大哥保重。去！去！二弟，一路平安。好，大哥也要好好保重。好，走吧。
王儿虽然正极这个野种逃离了万古族，可难保哪天不会卷土重来，觊觎你的王位。不过王儿放心，有娘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你不是需要心吗？娘给你找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